这葱啊是贵生生物，连续几个月拢起大价。既然三星葱的这葱油饼的业者，刚来买这葱啊，成本就加6000外块，敢来当家己来吸收。也阁有餐厅业者嘛无要提供葱啊做运料，因为呢，进前南部葱啊受到这天气的影响，4、5个月拢无收成，葱啊的价销是安尼一直起。三星葱的农民呢，当时是大量来出货，嘛因此来影响到即马葱啊的供货量。 现在卖的什么叫什么饼？心痛饼。为什么？卖一个饼心痛一下。既然卖三星葱仔饼业者心足痛，因为葱仔价格压悬，互业者干来当了钱做生意，各餐厅业者规期直接不爱提供葱仔。本来有4种啊，变成葱没有。 番姜啊、豆酱、蒜蓉，要爱什么家己加，毋过就是找无葱仔。葱仔价销一直起，业者心内真无奈。普通葱仔价销平均60块，卖葱仔饼业者一工成本超1200块，毋过11月中，葱仔价销压悬，平均一斤爱374块，逐工买葱仔的钱就加6000外块出来。来看卖啊，这几工葱仔价销到底有偌贵？11月初10，葱仔价销1公斤241块，12号起正100块，13号平均的价销，更加是来到374块。 品质上好的葱仔，价销更加是超过400块。供不应求，因为7月份、8月份的时南部做一个迄个落大雨无，4、5个月都没有葱嘛。哎呀，相对咱家是虽然无风台，不过量也是少。之前受到天灾影响，葱仔起价，农民大批出货，才会互葱仔供应乱去。会阁起偌久，农民嘛唔知影，敢若希望全台湾的葱仔会当顺利收成，互价销慢慢稳定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